方请非富文章戏弄姑娘，马某人享福了。就说现在方清爬到33天，砰当一个跟头跌到地狱门里向，那么马某人龙江在。阿吕又是阿吕，方清又是方清，那还一个铺盖进京，那还一个铺盖出京，那么活活大吉，马某人享福了。你不享福了？两旁边被势力恶断，你对我看，我对你骂，哎呀哎呀哎呀！两旁的女心热急，有个密码手，有个舌头身，都叫的走路纷纷像妇人啊，那口头比马蹄刚背深。这你的妇人啊，你今朝口头吃得来比马蹄还要深。马蹄啦有个海度开，现在上通市嘛2尺嘛2尺，3尺嘛3尺。我所晓得马门今朝吃个口头啦，像掏空这样深，一路顺风。我记好了，不低个。两旁边恶断，大家侪不想，哪么哪弄法？隔壁书房里个老妖，噗，先叫我笑出来着。哎，我晓得你种上牛，背要做老头牛呀，女婿啊，你说的我也不想讲。相公成功，双拍手。今儿这必杀盲门人，女士们归往里皮，真有趣。他是细数小吃小声音，姥姥哎呦，先叫我小出声音来，不然外头听见了吐出几个。姥姥该个辰光不想，看都当手上，沈夫人呢还不想。这个辰光，嘴皮上想憋憋心，但是方清来得个得意。嘿，今朝那姑娘把我牵了子不断了浪追，我也呢靠我再做过，来对我迷花眼线，我一些些翻出来不做过再弄得来面孔蛮尴尬。哟，面孔老到上的啦，搿张面孔看得出怪要老婚夸张。葛么上得来讲，我先讲了那门前。我现在不是男老婚，我就是不仅个丈母娘老婚，其实嘛，随着了让是男。葛么大顺啦。后不对应送狗屎。妈妈，你想不想？听得还清爽。什么子？李郎讲，经理向个丈母娘商量声，你割脱功名，马上老婚。咦，我也想老婚来呀！实讲一看，和天下丈母娘在错不大多该不想。真的不想，不要紧。刚叫你抢功了，抛我屁个闲话，我仓库里剩下了还。喏，现在没得子出清神和我当看在。后来一句一句还不离，刚叫我做过当看，你对着我黑人儿、亲人儿、亲人儿，听得我肉痒是难过得来。现在嘛，还来一句
一句话不呢，让你去行米的。我的海狗母啦！哎呦，有样的啦！知情必见公娘，我不得风霜千里人，几才可言上门庭。都是公娘接礼我。民国的飞马的举松林，当日中表迷离人，为相送珍珠他起身，是你海姑娘开中我这终身身。杜宾之伯啊，抢啥个功了呢？现在让还拨我啊！不想，不想分开，闲话多了呀，委屈了海来，再来为地不利。我的亲姑母我又懒得啦。一十句句真，你请去生意我亲儿分。这样我奉旨无言送到此，不怕公敌不愿能生。如今我独自去不归大家，两三年一日见夫人，我只怕公敌也来婚，罚你海姑娘做一个出头身。穷举刁是刁个，明明晓得我要老婚，不是我老婚，只是姑父要老婚。老婚辰光嘛，请来姑娘帮帮我忙，做个出头人。我为何出头了？要么做缩头翁，不想。哦，内心真正黑，神女不想，不要紧委屈了。刚才难说的，男只有一个独养男，女婿之为不知之看。那么那个四八妹高当今才不知我在。现在这两句话还要回不哩？那喊个来有名堂不？叫奴内狗头送那个句。我的亲亲姑母啦！哦哟，切不现在。对我只为送的一名我不记当年那位领主人西厢滋味听，想我们的亲亲的亲不熟。一荣情郎两荣情，两心相依，我一生深。你非不家内非一女，老夫妻不知作谁身。家子真身不违法，到底是家不容是家人气都大花一日生，非比心让非非言，你莫把我放成当为神。可是啊，
我有盲目人主义的都没穷举的记性实在好不够。搿点闲话侪是我讲的呀。反过叫什么非一女，一种亲什么两种亲，莫把我姑娘当坏人，全部夯不啷当叫我球队说我知，统统还拨我。下头两个字，现在叫莫把方亲当坏人，莫骗自家拍了浪，功劳自家抢了浪。现在要老婚到底53人子，师傅出讲，盲目人生到对么本身不想。搿么吃子，谁吃了尴尬当口嘛？但是希望里搿只上女来要吃个最实的白孩子。搿么小丫头呀，能答出来嘛？怕怕面头呢？但是你得意得急，还靠不得来，最是白孩嘛，功劳不小。两只眼睛吹了个头盘骨里，出来，哥哥，俺开点娘，开点娘，开点呀！哎呀，这啥家神气不易的嘞！哎呀，上女来呀，搿只最是白孩子哇！啥不啦？请上牛吃个最是孩子，后面我对发个面对个改个辰光，不是吃最是辰光，是我已经让你上去吃发舌头还是哈个？跟你今朝功劳大得不得了呀？上帝一口子喏，没哈你上去吧？娘开点。小丫头到里向，望着夫人边浪一立，哥哥禀夫人，上女来呀，搿只最是得说白孩子呀，么子都是多得来，吃了为妻，吃了本。哎呦，头面我对发个面对个。改个辰光不是吃最是辰光呀，所以盲目人想不想，两张眼睛对里看看，非要想在。但是为不堂不才么吃了只大菜。在于三大头生意底薪，年年开放上女美酒。夫人啊，你快讲，谁白孩子呀？你可帮录得了？帮他开打。帮他是隔壁书房里。哎，来要做你的非要报进来，报进来是我要请出来个。后面我对啊，那苗队发个嘛，东西口头吃啥，哪副口苗队个呢？小丫头觉得奇怪着呀，哪是上去不回应噶？对夫人面孔一看嘛，哎呀，不对了，李志伟，夫人面孔双双青，背是背得来。但是个小丫头啊，临出是春雨人在。夫人啊，我晓得吧？搿张面孔动气，辣伊边搿只嘴是白得太美啊白，张婆上女来要翻我挖头皮，不为个呀！刚这两大点心吃下去嘛，不为我了呀！你看娘，最是把路得来啊！那夫人乃就是搿点发哈，爸发点少个掉叫你。侬要司机你光上来夸着，石岗都把你机会要发掉了，头面我对不看30个了，不比两个我对蛮开心。你哪不看30个呢？这样子做啥叫啥面孔做啥了？你看看清爽哥哥面对呢？我问你方才听到啥辰光蒸汽才最是个？是我啊，听到大乡要李中三牛，那么我到里向去采最是只哇？听到李中三牛？李中三牛哇？等你最拖下来，再往桌上头抽一抽来。我也抽了，抽一抽。李中三牛放七伤人后，有经理保举不得去三奉旨抽亲，为上方保举为黄金银线，真不得了。哎呀，真不得了！可是我晓得个，搿只最是不该在，也要去讲清。卖炒饼的，哪了？现在滑下来在，哪滑下来着？一张子一张游下来个在，都不得在。说到得知今天浪向去啊，看见自己人上次一本动子往去努力，各种为想为老百姓，放亲就是放亲，阿里牛是阿里，所以现在非要是吃，炒菜炒不出来。真的假？你说讲讲？哎呀呀！刚才看看两张福得得张某某，现在看福得在，那不是福得得啊，虚胖啊！我骨头上黑出皮带色，是不这样做过？哎呀，妹子啊，你的舌头蛮活络的。哎呀呀！哎呀，说点，西眼痛，方才本不出大腹痛了的。不要刚吃么的，腹股上，那现在想想，来怎么得了那鸡眼痛在？所以现在不在，不来在。不来。哎呀，那么真正叫皇帝上次来日胖子。皇帝上来日胖？啥个意思啊？笨得来谁不懂的呢？不懂。我问呢？皇帝的身体叫啥？皇帝随便啥本事门前背个玉字，背个玉叫玉体。皇帝水呢？水叫玉水，
叫雨水。哎，皇帝个叫你叫么叫雨家？叫雨家。雨家。那么皇帝生来日胖嘛，搿来就叫雨家发财。哦哟，看上去呢，孔夫子阿姨哪想得说个？没得雨家发财，雨家发财，雨家发财。介绍纸皮堂向一片雨家发财之声。哦哟，方清听得好啊！搿两屋的哎呀，嘴子的呀，摸得个三门主持为个这样。戴姑娘妈妈，你也发哈，你带的一家之主就应该黑日里懂。说起来你都不许想，可是你东家事体，我都不许开口。那么在思想我长辈，啥个现在听见我不做过，想也不想，两个被我的母三门家句子。本来么呢，我三门莫大概的结束不莫在，为此你都实在屈服个么，但为呀母他俩上来。那么但是你都不开口嘛呐，不要紧，不开口我一口字幕，事实是我啊。方清还没走得着，杀上女里一身伤态。妈，方清啊，方清呐！哎呀妈，没人做你的不认得你讲闲话，自家会得讲自家的呢。听你讲地上神道之团闷声发响，像你做你的忠人，与他们做他们的奸人，你去猜猜他们做什么？到如今龙到这步，对不？谁来怕我磨皮？像我方子们隔着去过以后，哎，这被雷小人们一招隔着松香气，都是当面相逢对不对？哎呦，那马三们啊，我来小人啊！当面看见是你在别家子了，我头要不抬起来，不把你说上，按着你这样头要抬起来。风口是红着的大头戴。哎呦，穷举啊，我做人来做啥子啊？我沉下去一发，抬起来一发，还是沉下去。
方清台两旁比我的妈妈5多个班人还不是还么是今朝一塌瓜子谁呀骂了海我父母5多我随母不仅别家里向个班我的实际上就是骂5多小人势力我内相随方清啊，两旁边屋头不是细人呀，还听得出呀？妹子啊，这样苗头不对。哪家？哎，我当初还听得出。什么事情？你虽然讲不经各家人家请注定叫nội目没情分，就是势利利让他骂你啥个叫我求夫人家去了。啊，骂你鬼呀！骂你鬼！我要得可我了还玩？你夫人真正和你们说不像。哎，倘使夫人关转我打，关转我咬，我说的咬得你花白白。我也爱死你！哎呀，试试看了，试试看了。哇！哎，不能这个难。你骂你鬼呀！鬼嘛，反根本我也想鬼上咬死你。哎，爱死你嘛，真。哎，你夫人真是好人啊！方清看，哎呀，咁样违法开口了。难道默默唔少母在？搿相骂别两高头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搿么与名堂骂出来，一口子默觉着唔去相在。搿么总要晓得咁样开口嘛好了。那哈一来么厉害开口呢？方清一走年头嘛，现在搿两句话说上去嘛，连百位搭搞上来。不相信，试试看。公某大人，虽则预备而今各则去过，但是我要欺负公民，倒也容易。欺负公民又容易，想腹中塞。就是中山。哦，那听还听你我去讲的啥？公母啦，你姑娘说肯追我，一有手举还做人。听得清清爽爽，李德郎讲，我曾经可以做过的，但是腹中在真绝水中来肚皮的个学问，哪接得到水当上的财吧？那么马门人做你对唐氏搿落的同地，能够做过个马门说，为什么到底老婚你们不答应我们吵起来是啥个名堂呢？所以马门人对没不抬起来啊，到了搭岗上来。这来的玉两银两，谁能做官么？哦，总是开金口子，这让搭岗上来着。是啊，公某大人，想预备的出京的时节，与老母来接触我，说到而今这辈几人饮食太的是谁人？只要与银两去孝敬他们，谁能够欺负公民？哎，我对个，奸人偷财，不偷财不叫奸人这样。叫他能够送特点动地，最好做过还没说搞落特点，听听口，不照要几点？要多少银两？对里妈妈动地是100两非要那个，现在屋里向多动地了还要，我组织过，差出400万家当，统统位置给我，用也用不完。老实讲，我不是要那动地，我要那个南香蕉，我要那个千金香蕉。那么是个，今朝我来说句俏话，对屡屡不相信。公某大人。想这一杯几人饮食，他们推在共东，这银两么为开不上一卦，还看吃肚子，银子打不够，干么呢？要支持，可不来这个。要什么？他们要的是黄金，要金子，要多少黄金？要多少黄金能够欺负公民吗？我要据公某大人
冤我是我，这么一天间，我走到京都玉梦那里，一样去京都玉梦，冤我是我，这么一天间。京东一天间，此际一天间，遇了这2天间嘛，我方子文足够的了。你想得出我总归认得呢？我该个辰光哭在500眼里那里呀，晓不得？要1000两金子，100根大条子啊！现在1两金子上个高低了还？发，要到军师商量，上个军师狗头军师啊！区支里当里军事的，放在分得里商量吃口头。是的，区支啊，10杠上10杠多，现在穷举提出来，1000斤，难看呐，也不理。区支下头真厉害。根子呢，夫人出来，来了那身旁边，一句闲话分讲过，你让他听，听呢，夫人哪能问方清哪行打？现在弄到10杠顺头，加上呢，夫人。刮来刮去，刮来自家不好，叫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，也死夸着。上辈人不举毛有着，什么意思？方才我就关照那个到紫薇堂非要得来闲话，都觉得老婚2个字，那边要去抢功了，拍马子，弄到10杠顺头。你现在不是真正要那个千金啊，啥个1000两金子，你是要那个农小家，要那个千金小家。你分讲话，哎呀，夫人啊，那个人哪笨得嘞？千金嘛就是千金小家，你听你讲呀，我要举，葛么允我许我1000斤，再到经理上母娘得去举，经理上母娘允你许你1000斤，啥叫举啊？男家出帖子叫举，女家答应叫允，所以你觉得有这2位小姐嘛？你骨头亲在小得出在那阿玲亲上来，哦，原来是啊！穷居穷心为退，实行高着了呀，为养我头个。那么呢，喊头称千金小家的呢，该桩事体把了欧子熙弄出来。欧子熙逃出这关，要到吴国去，骄兵发出，楚平王哪里个牙阿哥杀得个。那么一路过来到一趟地方，看见后台头有个小姑娘那胡说，肚皮饿着，问个小姑娘讨碗饭吃。那么小姑娘来里向啪把布掀开来，不里吃碗白饭，再指点迷津。请问呢，到吴国哪最方？那往正南面方向。那么吃碗饭往正南面去，走脱10几步路，我仔细回转来，说到小姑娘，倘使后头有人追上来问我10个一个人，你不能说我往正南面去讲，有什么？说他晓得噻。走脱20-30步路，又回转来讲，你不能讲。个小姑娘口里不大放心，灯里一转嘛，呼隆咚，对我死心。10个以来那种定心着。等到后来，欧子熙大兵发出，路过楼上户嘛，看见一个头发带塞老太，让人户上前顶包。问个老太，10个上子的人，小姑娘，你还晓得那啥上户？老太说道：“哎呀，君家不是别人，谁是我个头？因为10个上10个都呼隆咚，对我死心。哦。”欧子熙这里对个小姑娘为我儿死嘛，啪，拿出1000两金子，夺到后台头，夺下去。你拾起哈哈，不拾起哈哈，总而言之，各位姑娘为我身高价值1000两金子，所以后世人养出来的囡叫千金小姐，千金小姐嘛，就是把欧子熙夺出来的。倘使欧子熙夺100两，随便8金小姐。倘使夺3两9分嘛，就是个小家骨头540两送噻。那么从前辰光有个老友话，5个囡给5000斤家当，大囡忙高派张力1000，二囡跟进，3囡还有，第4个囡我说的还有个，第5个囡碌一得个气特子老的，5个囡加脱5000斤家当气得，老夫妻比穷光的吃盖饭，那么个老没好不想。是的，五女之家18个，养5个囡人家了10个都发过来着。为什么一口你比我还要穷？不来推来着。那么后来你先生身前有个老朋友养6个囡，你到还没好不想做岁数啊？叫五女之家18个，养5个囡人家发过去着，10个都发光过着呀。我生6女更肉，
我养6个奴拿弄法，支老高想，叫可怜一对女夫妇啊！我等你这是女夫。什么一句没求来着？叫周天人家养老婆，7宝之外，倒不你搞养2个高知姑。收成千金谢家，马木人一听上不得，你为要这样了？是的，崔子啊，我恨不得将他送至衙门，一饶百次，打得他半死半活，翻出我夫人心头之恨。加上那夫人，你不要气，只要急，当我商量，终于办法。我有到底有件事，有道理。即将而出，夫人啊，你看呀，你看看你今朝啥个打扮来个啦？手里拿个啥么子啦？夫人啊，拉婚寂寞来个在，夫人来听哈子啊！你是小生气个陌生村。终究是归瓦里披来轰隆声，你是最刚好唱大人，10句语言只一句真。内口里几杯运动谁身大？我的内走一副脸来听一听。嘎嘎们散散心，得到人吃气的心。海里唱大人，哦，是的，崔子啊，我该辰光有啥个闲人一直来听你唱大人？夫人啊，听你唱大人，不是真正听大人啊，有道理噶。家在翁之意不在嘴。手臂相沿一柔身，虽10次几身灵。穷举一场大人，襄阳城里人啊，老百姓才晓得，这样做女婿，老百姓不答应在。想了也是精通，想法封心扉。手头里转分下眼睛，不来混一样是来混。各种女婿到底没啥街头讲，那是阿呆。哦哟，有道理。搿不说到我海里唱大人，接得你答应唱大人第1步计划，我还有第2步、第3步，到底军事好计划性讲得不得了，慢慢看。是，顾某，你搿只去过之后在做些什么？哟，同里人之不待在，拉郎问我搿只去过之后做点啥？对姑娘忙忙，我分搿只，还分做过别样事体，不知你啥意思？听听看。顾某大人，想预备搿只去过之后嘛，又要事情都见，要神仙喽。那么马门人啊，那该个心里我不能说出来个呀，一个冲口着。你也事情都见，你为什么不是啊？你说你让我死干，搿搭不是在，悄悄与人相聚。聚那个朋友当我有讲，不聚那死特子，今朝全不是天开，怎样一个人来聚你呀？相聚我之人，你讲你真你说。非日非道非身，与之与母与肉，共义共满共心。但是姜太公的书记师傅讲，
不像读书人，不像出家人，不像送人家，不像现在的，他怎样距离呀？我正欲使人多见，相见失意否认，悄悄此君相见，匆匆相聚动人，并且金玉封建，能聚一世终身。使我依然塞着喷灯，他你问深恩。我在当今天子，与日离你谁的？再给你不在，定当手里烧的。可是他将我刀刃一戳，使我孤悲没神，从此天涯几尽，今朝谁相认？我不怕姑娘失礼，只与公弟来婚，毕竟自家不如爱中中肯掉的。那个穷举三句话离不开包当做亲的了，也有包当做亲着。哦，你儿今为唱的很是啊！哎呀呀，想做姑娘月宫中依然稀缺，得以邻家过几次。虽然这阳春写的大人啊，但是耳熟未闻，目熟未睹。你儿今周一无事，可能常与姑娘一听。这个嘛，我有姑娘个早就知理耶。原来里一个秋子一对，对到苍大人个条路浪向。这等我大人一出口，离老婚马上就有题目。说起来，也是堂堂御史参军，配不来最高苍大人的事，想说不过去吧，也是可以老婚在。那么你现在跟我苍大人，我也能唱。放清一周年头嘛，可以唱。为啥可以唱嘛？因为我的美人爸爸跑团硬不过，啥人皇帝，你也想老婚就欺君之塞。那么闲话说走来，我马三们马大概到不少马在。你让我唱大人嘛，我家子大人还可以出去了摸摸太平山门。对个，原来公公大人要听唱大人。是啊，谁是没得预备风景一出？哎呦，自个没来了还是？不慌不忙，风景一瞧，三好人不丫头师傅娘送上安于送嘛，还是拍马屁，现在不是拍马屁。该杯送送不离吃，娘里人人活龙，等些大人唱起来哈好听的。该杯送是第四班长，方才说到做过家老幺，现在度量样子，打过来，坐吃坐啊，叫我做啊！哎呀，人的当中说是不灵光，可个我的去是去高，开头听见我分钟过，不叫我读下药，叫我删啊。那么听见我要做过快，加上我读下药，听见我做过叫我上牛来药，现在一打子老波浪，我变成猪仔，做到猪，大家也客气点了。啊，都是这雷下了。规矩的、拦着的，不要动手动脚，十个气气。哦哟，不记得口中来了还去人都做光，娘里抬下去，慢慢就蛮开心。说到军事啊，穷举上当答应着，肯唱大人喊你唱吧。发，夫人，我有第二步计划。啥个？请来呀来，喊来呀一道来听。娘里看看自家的女婿吃东东唱大人，老要看见子自家也要避开来。那夫人一个字做主，该个第二步还有第三步，哦哟不得了！哪第三步？请小姐来，夫人啊，小姐虽然是那样讲，心不想那讲，闲话不听那讲。让小姐来看看，自家小姑娘身浪大事当班，水碰雨动几班，浪唱大人，而是你还想搞不哩啊？将来呢，一个人的门前唱大人，你归国千金，后头伸出之手，门不一个太动的，口里哎呀太淡，小姐一定哭天哭地，不人牛。但这个辰光，你谁可以大家讲着？那十里姑娘老婚，十里姑娘老婚，都看，到底啥人不人肉啊？现在我能不人肉搞不哩？等我姑娘不得个，所以夫娘，你老婚十里姑娘个顶帽子还扎特子，我就等我扎帽子，小姐娘，好个，丫头，夫娘，到外边去请老姨进来。
这是此当中一位歌曲专郎在此场扬春祭奠，请来已经来欣赏啊！来了注意的，用不着这个，为啥？我们隔壁书房里听，等些女婿唱大人，我老丈人拍板，上人的女婿品德相当。要对，夫人娘家，再到路上请小姐的来，叫他来看看这个小姑人的神气呀。两个舞团齐庆，方清这个辰光心里想有点憋憋跳。倘使老丈人不要叫来了，当然不能唱。为啥？老丈人看见要气杀，表家要哭杀，顶好里多出来。不晓得方清啊，来今朝熬高头凉得不得了，凉高头谁不来呀？那么所以方清唱大人无为继说。杨内务相亲小白菜真密实。娘娘害得杨内务家破人亡，500面孔见礼，频频相推。杨内务好啊，你家子的大了海，最大的门是内足之心。水妹，时光不早，这必亲呐。哟，小白菜一个内外人。马革命一百对神的不祥，神与不祥，杨内务后抽上抽下，水妹，追忆问了，哪般情容？马革命一百为是不祥。哦哟，杨内务气，心里个好实在难不日子，哎。他一生上台为神主，天来见。绿浓墨真，一代人生代哭，凄凄惨惨不开。分也激动他的心，感动他的人，狗儿悲伤痛苦并非真。我们昔日里义和行对，说明情理密是两真人，我知道是为这件事，所以我后上抱有一心今生因不内呀得见水妹，真是我心花怒放。我只想我们今日送礼聚好，再定新门，明日一水望月，不知今宵一代什么。我们相逢聚待新日，今日
这丛里新人们不知今非，佛狗是顶水命，那君下我这里心切切，你那里冷冰冰，我这虚名儿对得没来，事到今生，我方知你心事，牵着谁而去？心比晚风非常真，刮来刮去我杨乃武，我是欲意付诸不胜。生明日里启程昂上对落地，杨内夫啊，杨内夫，你明日之事，为是为爱人而死，为是为知己而死。你说你为爱人而死，他否爱人；你说你为知己而死，他不知己。我扪心自问，不为知己，不为人，自是该心谁家人向我面上为个妇人妇女的女子而死，可该心么？明日里飞来不人绿红袖，这是我皮囊，不是我心。我定与你，你往地上来配分。明我好恨呐！哎呀，天赐一灯一惊。今朝是我发的，海大里是个地步，叫我过去陪你吃杯酒，话不肯，事不肯，连事也好做呀。搿么还是过去吧。所以阿君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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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梦抬头，谁知深。
那种是开金看在。去君家，可是陌生称。小白菜眼睛哒哒哒哒过来，到杨乃武身旁边，一只手拉杨乃武手的灯枪上头一搭。还有一只手拉杨乃武肩胛拉一打，杨乃武要吓得了呀！搿男孩打发的，把你一打嘛裤浪就把你打脱了孩子哇！你这个叫啥个手？分明叫拉手。乃武做工真好，哟！小白菜自家哭得不少。看见杨乃武辣浪哭，比谁比啥还要难过。呀啦咦，妹啦！比谁
说得对了，先把这个只手举起来，天涯深。默默是泪痕。帮我看眼里子，搿袋里慢慢的掉得掉了海，显得搿位娘娘良心了开始发现，良心发现里下来百位土真人。咁么阿爷土真人呢？今朝辰光得得知，下趟有机会再连下去，倾听我一档。